再来看苗栗南庄的嘉里山步道，昨有一个大约60岁查甫人伫路边昏倒，虽然警消赶去救人，也毋过嘛救无回来，死因爱去了解。医师是表示讲，最近温度的变化真大，老大人上好毋通家己去爬山，有心血管疾病人特别爱注意。消防人员将已经无生命迹象的男子用软式担架包起来送落山，不过登山步道上陡下，沿路个未少的所在真惊，救援人员每一步拢必须真小心。后面确保的各位要拉好。苗栗县消防局14号中昼接到通报，南庄向嘉里山的西线大约2.7公里处9号庄的位置，有一个大约60外岁的男子倒伫咧路边，随即出动警义消大约26个人入山救援。由于登山口行到这，必须要2到3点钟，救援人员真无简单接触到患者，不过已经无生命迹象。南庄第一梯次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患者身体冰冷，无生命真相，现场交由员警处理。其他山友表示，这条步道属于真热门的高山，路线嘛相当清楚。而警方初步了解，误信男子是一个人来爬山，不过是毋是因为山区的天气真冷，或者是本身身体有状况，还佫进一步来了解。而医师表示，最近温差真大，50到60岁这个年龄层，要多多来注意身体状况。那你如果发现你胸闷啊、心悸很厉害的时候，或者是发现说，好像就是有点意识模糊啊，或者是那个眼睛视力模糊啊，或者头晕啊，看不太清楚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可能已经有一些心脏的功能有在变化。医师表示，最近受到辐射冷却效应，早起温度拢相当低，直到无建议家己一个人去爬山，超过50岁这个年龄层，而且有心血管的疾病，必须搁较爱家己准则，若是有无爽快症状，就要停止，或者是马上就医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